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等的并联署要独立参选总统，不过树林地检署进前有收到通报，讲有联署站涉嫌开钱买个资，六个涉案人。该问话了后呢，15000块到300万交保，细心的主嫌是嫌疑重大，有逃亡、串供口径的可能，裁定羁押禁见。那郭台铭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黄树修惊表示，这买票事件和郭台铭办公室无关系，也不是官方的联署站。我们从联署第一天开始就一再的强调，联署不可以有对价关系，只要有对价关系就是违法，郭办严格禁止任何的违法行为。所以如果有传出相关违法情事，请举报。这些事情我们郭办其实也是觉得莫名其妙。我们的各地联署站点跟联署的人潮都是稳定的增加中，也呼吁民众不要将自己的个资隐私交给来路不明的人士。黄树修强调，官方的联署站对个资品管拢真严格，无熟悉这涉案的对象，也无烦恼这郭台铭的联署行动受到影响，而且也特别强调，这款案件拢会配合侦办，禁止违法的行为。